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“小说小教，大说大教”，意思是这开到小说的时，乌鱼就开始飞游到台湾附近的海域。啊，小说是24节气内面第20个节气，到这个时阵，西伯利亚地区强烈的冷空气就会开始向南边刷落来，和这个乌鱼渐渐啊飞游到台湾的海域。大雪的时量会上大，在今年2月，中华有鱼友一天掠到6000尾乌鱼。因为疫情影响，人工饲的这个乌鱼饲料啦、人工的成本增加，所以讲这乌鱼继续并引起2成。野生乌鱼更较抢市，这6000尾乌鱼差不多价值160万。啊，讲到乌鱼，除了乌鱼煮好食，乌鱼嘛真营养，会使做成各种的料理。今日这讲的俗语是“小说小教，大说大教”。